拄完工的树底木苗筛写，使用态度来进行修复，照明是人工灯管，外观换了较严的油漆，规则古迹看起来就亲像是新建的同款。民众翕下影片传上网络，袂少人质疑这款的氛围甲古迹相当无符合，也搁爱开9000万。这不是全部都把它换成这样啦，嘿，是这个部分尔啦。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，这也是可能他也不得已的地方。古迹就是古迹，真简单，上重就是古味。你古味若无用，其他拢免讲。赛车当中放菜文昌帝君，相传非常灵邪，袂少人拢会来求金榜题名。有文史老师看到精修了后的样貌，感觉兼了古味。文资处表示，武庙虽然是固定古迹，也毋过是私人庙宇。这届修复工程是由庙方自行发包，修复计划当中无包括人工灯以及新坎底座泰路项目。那这是因为庙方觉得他们在日常使用的部分，这样子来做比较方便，然后就清理比较方便。然后日光灯的部分，它其实本来就有，只是它本来是黄光，那它这次给它换的是白光，就是希望说，它这样子可以比较明亮。文资处表示，除了油漆是使用矿物漆，随着时间会豆豆变较自然。来做古迹的嘛是只有庙体，其他部分将邀请专家学者来现勘，依照文资保存专业提出改善建议，要求庙方配合办理。确保古迹价值甲修复品质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